我们要再次说明哦，中华民国主权独立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部分，任何国家的一部分。我们在台湾呢，人民也享有完全的民主自由，更不是任何的国家可以用武力所剥夺的。那根据针对他昨天所发布的这个排名书，在关于台海跟两岸议题的诸多谬论我们要再次的表达抗议。那么，中共假借两岸的议题扩张军武，我们扬言对台使用武力我们坚决反对跟谴责。那么这个白皮书更让中共穷兵黩武，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本质显露无遗中共的挑衅行为不但冲击两岸和平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和平原则，更挑战了区域安全秩序造成周边国家的不安跟忧虑那么我们知道从今年习五条之后，那么解放军频繁的演习那么基建在台湾周边那么抵近巡航，那么更渗透台湾社会，呼应他的一个这种胁迫台湾接受已经破产的一个一国两制的主张操作这个反民主、反和平的行径更进一步诉诸战争的一个企图，这是造成那么台海跟区域情势紧张的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有决心，也有能力能够守护台湾的民主制度，也能够坚守台湾2300万人对于民主跟他的能够自由的选择未来的这个权利。